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无来讲政治，但是嘛是政治。话说印度、巴基斯坦空中大车拼，袂输是咱的护城网啊大战歌，背后拢有大国在撞镜。中国点点食了3碗公半，啊美国咧，敢是单纯印度自己唔食样是了袂啊囝？今仔日四位专家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前 F16經濟教官黃永德，黃教官。大家好。第二位是軍事連線雜誌總編輯劉學儉。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資深軍事記者郭豐竹。平年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政治評論員黃坤玉。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這個印度甲巴基斯坦月初的時陣發生了嚴重的空中衝突，其中巴基斯坦用到中國的殲10這個戰鬥機，雙方面呢，佫講哦，因的軍方講，甲印度的這個法國製的這個順風戰鬥機呢，甲拍落來，和雙方面的系統化的作戰能力引起了關注。印度、巴基斯坦兩個南亞核武敵國5月發生20多天來上嚴重的空中衝突，雙方出動無人機、飛彈甲戰機。在5月初7印巴空襲結束了後，印度軍方在新德里舉行記者會，宣布破壞9個地點的恐怖分子基礎設施。ऑपरेशन सिंदूर 22 अप्रैल को पहलगाम में हुए विभत्स आतंकवादी हमले के शिकार मासूम नागरिकों व उनके परिवारों को न्याय देने के लिए लॉन्च किया गया था। इस कार्रवाई में 9 टेररिस्ट कैंप्स को टारगेट किया गया और पूरी तरह से इसे बर्बाद किया गया。另外一方面，巴基斯坦總理夏利夫同一天在國會報告戰況，講空軍甲5架印度戰鬥機、1架無人機拍落來。路透社報道指出，有美國官員透露，巴基斯坦用到的中國製的殲10戰機，甲至少2架印度戰機拍落來，其中1架是法國製的披風戰鬥機。मैं तफसील में नहीं जानना चाहता। ये 5 जहाज जो ऊंधे मुंह गिराए हमारे शाहीनों ने, ये 5 के बजाय शायद 10 हो जाते, लेकिन एहतियात से काम लिया हमारे हवाबाजों ने, हमारे शाहीनों ने。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引述巴基斯坦軍方的消息，環球時報也在社群平台轉發這篇報道，但是印度駐北京大使館講這是假消息。除了認知戰以外，中國製軍事武器佔8成的巴基斯坦，甲主要武器供應商是法國、美國、以色列的印度，雙方在這場衝突中所表現出來的系統化整合能力差別，敢若嘛真做是中國甲西方軍武對決內底另外一個值得觀察甲檢視的新戰術能力。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咯，要互觀眾朋友來討論這個，其實咯有2個原因，一個就是咱過去對印度甲巴基斯坦這2國吼，咱感覺這2國攏足囡仔性，干那迄邊境吼，2個衛兵咧交接啊，大家咯骹咯踢咧滾，啊雙方面咧相養，啊無就機軍啊石頭摕出來揀，這擺確實用戰鬥機咧相戰，這頭一個。第二個是真的還是碰風的？這吼牽涉到這認知作戰，所以有必要吼，我就邀請真斟酌咧邀請吼軍事專家，啊個吼這個戰略專家來討論講，這內面是毋是中間牽涉到講真正中國的飛行機，甲人伊的系統化的作戰，人已經進步啦。這安尼頭一個愛緊張的是美國人哦，啊是西方世界，還是講無啦？這純粹是印度是了袂仔囝，有會曉用有真好的武器，啊煞袂曉用，啊無訓練。人啊，巴基斯坦你看迄個新聞紙內面講，我本來當拍10架，我哪真自責，敢是安尼教官？你好，
加拍谁？不要紧，你爱讲华语，爱讲国语。嘿，哦，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这2个国家，我们其实大家没有很去关心它，可是你要了解，它是除了美国、苏俄、中国以外，再来核子大国就是他们2国，一个有175枚，一个有176枚。这2国拢是啊。对，那他们2个本来就是在对抗的，哦。那印度的后面是俄罗斯，巴基斯坦的后面是中国，那美国、法国这些都很积极的在抢进来。那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呢？实际上这一些在这个克什米亚那个地区的双方的这些对峙，已经僵持了很久了。哦，我细汉时阵就看啊。它一部分靠近西面的这一部分是属于巴基斯坦的，而且那个线是一个 S 型的曲线，然后这一边是印度的，然后在北面有一块那个是给中国的，所以在这个部分实际上一直有这个边界上面的冲突。那2016年他们有一个叫做 LOC 的一个争议 ，LOC 就是 Line of Control， 就是它的对于这个边界区因为没有定起来。所以一直难免都会有一些冲突在，所以他们在4月22号的时候，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分子进来了以后，在印度的一个印度管制区里面的一个蜜月圣地，杀死了29个印度人，无差别待遇的就把他杀了，然后留下来他们的女眷是被留活口的。但是他必须要亲眼看着他的先生被杀死哦，所以他刚刚才会有那个他们的记者会，他们把它叫做这个行动叫做 Operation Sindoor。Sindoor 是什么意思呢？印度的女生额头上那一点红色的，所以有一点就是刚刚新闻也有提到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复仇行动。那我要讲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呢？那因为可能花点时间在前面。所以印度就一直很积极的在反映说，这个巴基斯坦里面的那个恐怖分子来弄我，巴基斯坦说那跟我没关系，所以他们就计划了这个 Sindoor。那经过了将近1个礼拜的沉寂以后，印度就出现了大批的飞机去打。他这些飞机在打的时候 ，Sindoor 的那个记者会，他告诉世人是说，我只去打恐怖分子的地方，对。总共9处的这个基地，我只打这些，我不破坏到巴基斯坦的军事或者是平民的设施，所以他很成功的拿了这些飞机，这个阵风战机也好，疾风战机也好，这个法制的这个飞机是很先进的，可是呢，他拿来做对地打击，所以他带的是对地的这个巡弋飞弹，要受站就落来吧。但是他完成了他的任务啊，他把这些阵地都把它消灭掉了。可是这个巴基斯坦这一边，现在没有人可以证实他是谁。就算是新华社、央视，他做的任何报道，他也是说我是基于这个巴基斯坦国防部公布的消息。所以巴基斯坦国防部并没有跟你讲说我是监视打的，还是谁打的，还是这一些，所以后面引出的这一连串的东西，实际上是值得大家去好好的思考。所以这不就开始假消息了？不是，他一定有打下来，但是不见得是我们讲的说什么这个监视啊，还是谁去做这个链接来打。那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办法获得确实的证据。那但是。看起来中共的这一套系统，它是已经有一些进步了，有一些进步了。那我在看这个东西，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你去看国外比较有这个公信力的报道机关，包含路透社、包含这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等的这些，他都会讲说依据。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讲了嘛，印度他没有讲嘛，然后印度一直讲说我没有那么多，那到底是多少？所以因为必求不爱讲呢。但是所以他讲了一个174架飞机打了1个小时，其实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边界在这里，所以大家都没有超过边界，都是打我们叫做 BVR， 就是
远程的这个飞弹，哦大家互相在那边打来打去。就是伊个肉眼看袂到的，对咧相见。对，啊，所以说这些飞弹它不会很激烈，但是它要依靠很多的系统来协助。那同时呢，这个也在印度的境内发现了一些这个飞弹的残骸，哦，是未爆的。那是不是在这个联系上面这些东西，它的精确度或者胶转，哎，有待加强。然后第二个，大家很喜欢讲说，那我们台湾怎么办？啊，我们台湾怎么办？然后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说啊，要担心的是美国，川普在第一时间就直接跟印度跟巴基斯坦讲了，说不准搞大，所以他们也没有搞大啊。哦，他们也都克制下来了。他们也知道这个弄下去，如果整个弄起来，兵都混住炸弹的呢。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在看是，如果有什么新消息进来了以后，我们应该要做一些查证再来看看事实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样子我们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因为中国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哦，如果他要拿这些东西来对我们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因应之道？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啊，所以我今日有准备一个资料啦。伊讲吼，什么叫做系统性的这个整合能力啊？眼镜吼，安怎讲呢？如果呢，假使讲是这歼10吼，这个战斗机，伊咧战斗的时阵，伊要透过这个空中预警机啊，吼，踮遐学院吼，看这倒位有迄个敌人伫的。而且佫有地面的接收站吼，咧互伊数据，迄数据吼，互伊甲讲，佫要透过卫星，甲即个敌人的即个位置、方向、甲速度，拢传去到巴基斯坦的战斗机。而且吼，他都要到我讲，即个进行吼，你肉眼你看袂到，遮远哦，都超过偌侪公里？大概150公里，150公里呢。啊，若拄好台湾海峡这边啊，安尼就看，安尼就当开始战斗。为台北拍台中，台北拍到台中去啊！哦，台中超129，去到中华去啊！哦，这听起来呢，嘛真厉害的款哦。但是聪明是，你感觉咱来直接来讲中国即摆咁遮厉害哦，这立体性啊，讲甲有字有抓安尼，是有影吗？应该说，中国现在数据上统计，它是大概武器的前几名的出口国，应该是第5名。对，那我记得以前法国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你在苏联武器跟美国武器之外，你有第3个选择嘛？好，那现在可能会有第4个选择。那最早期它会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物不见得美啦，但是价一定就小哎。对，所以对于很多国家来讲，我如果需要建立一个，就是我不需要这么高强度的空军，我要建立我的地面武力，我要有战车，要有装甲车，其实它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然后加上说这几年它的这个在技术值的方面确实是有所提升哈。那每一年的珠海航展大概也是它在这个武器系统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展示的机会。那但是问题是，他们现在有一个我们所观察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杂志在报道、在写连载的时候，常常作者写了几万字，这个比如说 F-35或者是 F-22，他可能写了几万字，这个飞机都还没飞起来，他一直不停的在描述它的发展经历啊等等的。好小不归归啦。没有，我讲的是美国的系统哈，就是说他在根据资料上面写成文章的时候，那常常他们会有一个形容词叫里程碑嘛 ，milestone 0、milestone 1、milestone 2，所以他就照这个脉络把这个文章写出来。那到了中国的武器，你常常看到说啊，最新的什么歼35出来的，歼20出来的，然后没多久它就列装了，然后没多久它就服役了，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次巴基斯坦跟印度的这个空战中，算是一个我们首度看到一个它对外空战出现的一个成果哈。所以我觉得说，对于我们自己的提醒应该是说，它不像是我们不能够以前是料敌从，不能料敌从宽，我们应该要把它的这个设定拉得再高一点，然后想想看我们自己的武器系统，其实台湾的空军作战打的也是体系化的作战嘛，我们在不管是长程预警雷达，
这个预警机，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个战斗机，或者说我们讲所谓的载台，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走一样的方式。那中国现在很明显交出一张成绩单，告诉你说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是能够有成果的。那台湾这边目前我们起码在这件事件上面，我们没有听到我们军方有任何的对这事件的描述。咱该会比拼的没？我认为目前在数量上面的优势一定是趋于劣势嘛。啊，对。那比如说它的这个机队可以一直轮调上来嘛，我们看到它这个所谓的远航环台的这个训练远航，或者是不管我们叫扰台还是叫训练，它在这个机队的数量上面一定是比我们有余裕。可我觉得在技术上面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优势的，对，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这个 F-16也完成了升级，好，那可能在幻象跟 IDF 最近在报道上面常常讲说，我们的这个雷达系统还是属于可能是比较旧世代的雷达系统。可是问题是说，我们还是有这个预警机，就我们刚才讲体系化作战嘛，就表示我不是拼比单一武器的性能嘛。以及剪条英烈钻的时代。刚刚朱贤讲的，他拿武士刀，我只剩一支扁钻，那我当然好像胜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因为是体系化的作战，那台湾的尤其是我们是防守的特性，他今天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相当密集的防空飞弹。像刚刚我们讲的嘛，就是说我们中程空对空飞弹射程大概有100多公里，那我们地对空的飞弹射程其实也不低呀。所以其实当它在应用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飞过去它那边，但是它必须要飞过来我们这边才能够做打击嘛。那它打击跟我们防御的半径范围，这个就是矛与盾的对决。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新的武器系统可能会持续的跟美国或者是我们自己研发洽谈。那这个换代或者是换代的速度会不会更新？这个是一定会的。对，因为就好像一战开始有飞机，那飞机不会消失，它只会不停的增进它的性能，一直到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这有观众比如一个概念啦，咱咧细汉时看些《剑桥英烈传》吼，迄飞行员啊，佫会窗门啊，佫会拍开讲，佫看者，吼，无即种的啦。对。啊，佫有啥物英迈曼剑法？哦，飞去啊！你后面啊，咧拍领导，在后面甲你夹起来，即摆无即种的，吼，这小等吼 F-16吼，这是你的专科吼，虽然请教官来讲一个详细，要来请洪总来讲吼。咱知影这个印巴这个空间嘛，头早教官也讲啊，无的确唔是这签章所写，无的确是透过红旗防空飞弹来写落来啊。你家己安怎看这箭头？其实这届因为内底有足侪国际政治的成分伫内底啦，所以双方吼真正用什么物件吼，拢有咧抗白啦。有的人甚至讲吼，巴基斯坦啊偷用 F-16啦，因为过去美国咧卖 F-16互巴基斯坦的时阵吼，听讲有一个无要公布的条款，就是讲叫你巴基斯坦袂使起来对付含我美国有友好的国家啊，包括印度嘛。印度最近因为和美国嘛改善关系，袂歹，所以不准伊用。啊，巴基斯坦也真正乖乖吼，无派 F-16的时阵吼，安尼代志较好清楚。啊，若是如此这般，啊，印度毋就甲晓出来讲，你用这个 F-16甲拍？到即摆无证据啦吼，无这个证据讲有用啦吼。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包括讲中国的武器嘛共款。本地巴基斯坦伊在讲的时阵，伊开记者会嘛吼，开几啊天，伊嘛开，啊印度嘛开，但是巴基斯坦就是无去讲伊机型，嘛无去讲伊的飞弹什么型，佮无去讲。我讲我拍了几只安尼尔，讲一个佮讲过啊，吼。啊，包括我看了足侪届，人会届呢，是，唔敢讲。佮唔敢讲啊，但是包括你有讲 CNN 吼，美国嘅这 CNN 嘛引述一个。听讲是中国的网络作者整理一个表，伊嘛甲发讲哇，今日印度叫几只叫人拍落来，啊巴基斯坦无叫人拍，啊伊讲印度佮炸偌一个目标，伊嘛做个图出来，做个表出来，啊什么意思？就是讲两边拢咧讲家己对家己有利的这个资讯吼，想要看要拍赢这个人质作战，就是讲你大家认为我赢，啊我可能佮赢呢，其实这是政治啦。这毋是真正军事，但是拄要像
吴教官讲的吼，美国教官伊讲的，伊这有诶传输的这资料，啊，总共是我讲，咱讲这个红旗狗吼，这个防空飞弹，因为照讲伊这个防空飞弹，伊对我讲的时，伊的性能是含爱国者3型，甲美国爱国者3型差不多讲的时阵吼，对我讲，所以其实大国中国要学的，美国、罗西亚吼学的，包括法国嘛共款，拢要做这体系化的作战嘛。所以能力应该差不多，只是讲伊真正是毋是摕到上标准、上确实的这个资讯，就讲伊目标伫倒经纬度偌济吼，啊，大家坐标航速偌济，放倒一个方向，这完全拢规包啊，等候这个检查的时阵吼，迄参数真好，伊就拍得准的嘛，移落去就对啊。啊，但是总讲这个当我一个链条落链的。落链的时阵，伊的资讯佮毋是完整的啊！啊，到我们遐想着讲，我要拍几只拍只，我要拍10只就10只。我本来要拍10只，我是放手，啊，所以嘛是5只。有一个分家几个成分伫内底啦，吼。所以当然讲战争，包括这克劳斯维奇这个编合的大主讲的讲，战场之幕吼，咱咧大幕咧，战场像咧大幕咧，大部分人拢看袂清楚。啊，你啊，我都甲看清楚。你个赢，但是我看即个中国的即个社交媒体吼，哇，有诶分家规分甲偌大只，讲阮这个签集吼，安怎厉害都安怎厉害，我看了真心头一惊。啊，但是呢，伊佫转来讲，以往我有只啊相当的自信，讲这不得讲毋是签集哦，啊，毋才会在想讲，这是毋是一个认知作战吼？就战略来看，我要请教着坤玉。这你来看讲，这项如果拍甲佫无超过这个边界，啊，双方面安尼拿啊开记者会，佫较闹热咯。我讲甲安尼真闹热，就佫回国会，安尼转倒转伊啊，你安怎看？这个要从战争的定义上面来讲，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讲说。印巴战争好像两个噼里啪啦就跟俄乌一样直接打起来。No。刚刚教官已经讲了，印度一开始他是要去炸恐怖分子的基地，那个叫什么？那个在我们的美军的战争定义里面，它有3个级，有高强度战争，有中强度战争，有低强度战争。然后低强度冲突，它现在都改名叫冲突，叫 low intensity conflict， 就是低度冲突。印度一开始想打的就是一个低度冲突，他没有要跟巴基斯坦打战争，他想说我就是惩罚你这些恐怖分子，我就进去给你捅一下，把你们这些人炸死，我就走。所以他一开始他也没有去处理巴基斯坦的那个雷达啦，一开始也没有处理他防空阵地，他是专门针对这个东西。印度的飞机根本，他刚刚教官讲说他很多都是带的。都是炸弹，或者是飞弹，都是对地的，那他就没有想要跟巴基斯坦打空战，他没有要发展成一个战争，所以从一开始印度的原来设定就是这样子，没想到巴基斯坦认真起来了，好，我就是要把你打下来几架，再一下办公要抢敌，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啊，那我巴基斯坦说哇，你就给我。这样子自由进出我的国土，那我这个国格何在啊？我就给你弄一下。所以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定义上面就不一样。但是原来这个事情是有可能冲突会升级的。就比如说印度后来也有去报复，对不对？好，也有去把那个巴基斯坦的什么飞弹阵地什么东西给它打下来。所以这个事情照我们的逻辑或者一般的逻辑来看。这回恐怕还不只是4句外空战，它射向印度的飞机，然后射向印度飞机的飞弹，可能也有地对空飞弹，那到底射什么不知道。其实这个刚才教官讲了，这个里面有这个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巴基斯坦一面之词，这一面之词里面有2大谜团。好，第一谜团到底发射了多少弹，什么弹？那重点不是什么飞机啊。
现在4句外空战重点是弹，你是放了多少东西？也许我放了500颗那东西出去啊，丢5架。我随便举例了啊，就是叫饱和攻击。那我躲过，我飞机在，我躲过1颗、2颗、3颗，我第4颗躲不过，我还是下来啦。那所以你其实不知道弹有多少。第二个，印度没有讲话啊，然后印度也想息事宁人啊，或者是他太丢脸了。简单来讲，这一回印度会惨，绝大部分不是武器性的，绝大部分是因为印度轻敌。讲白了是这么回事，因为他刚刚讲了，他原来就把它当作低度冲突，他没有认真去对待巴基斯坦空军干扰这件事啊。好，再来，那第3个问题，那在这个整条新闻，我们最近都人家问我都不太讲话的原因是，我们听到这个一面之词以外，巴基斯坦有告诉他掉了多少架吗？伊嘛无讲，无讲，咱都唔知。那所以很多问号存在这里面。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这个大家在骂这个认知作战，但是回过头来，在军事冲突里面，不管大的冲突、小的冲突，认知作战本身就是军事作战的一部分。好，你看俄乌战争打了那么久，乌克兰。那我们每天看乌克兰战报，哦，又打掉多少俄军，啊，又损失多少装甲车？请问乌克兰有公布他自己的损失吗？没。那这个本身都是认知作战，所以军事新闻啊，大家一定要很小心的去对待。那所以这个这两个爱个注意啊。对，好，那个认知作战，这个绝对是军事新闻的一部分。好，那这个里面我们就把它各方都会有宣传它的目的，比如说老共他想干嘛？趁这个机会，那我可以达到2个目的啊。宫格啊。那第一个，我的飞机好卖啊。对，你看歼10马上很多人都来询价，哦，好厉害！那个瓦小办的哦，对啊，瓦小办可怪厉害哦。然后第二个目的就是吓你台湾人嘛，就吓你台湾。你看我连歼10都可以把 F16打下来，或者什么阵风都可以打下来了，你怎样啊？我每天飞的叫歼16啊，那下一代的嘞，那他就要吓你，吓到你恐慌。这是老共在历来作战的时候，那都会使用的手法。从以前国共内战就是这样子，啊，以前就在那边放话，还七早八早的放话。我爸爸那个年代，那七早八早放话，我要火烧重庆，我要血洗台湾，对。然后火烧重庆烧了没有？是有啊，重庆大火啊。那血洗台湾人没有？啊，其实没有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老共本来的套路，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认知去理解，然后小心去求证，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但是吼，这整个里面，如果看这老一的物件，咱甲背开，我要请教咱教官吼，咱爱专注爱去看什么物件？照目前有限的这资讯，虽然我有准备足济啦，吼，这比较啦，还是讲安全啦，对咱台湾的启示。还是讲，咱咧就这2国的这个现状来看，应该要注重什么？我想这个去讨论它到底是谁打的、怎么打的，那个都发生了。其实刚刚讲的很好，有盖牌，但是有人知道哦。哦，一定有人知道哦。巴黎航展发生在这件事情之后，巴黎航展的主办单位、巴黎的官方。提出来要求中国能够到航展来展示它的歼10C，来展示它的霹雳15。哦，为什么？他自己做的最好的飞机被他打下来，他为什么要邀他来？因为到了航展以后，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没有说那个媒体上报道的说谁要买谁要买这些东西，倒是看到了印尼本来要买阵风战机的，然后他们他有在检讨，但是他最后也没有讲说我不买哦。那是不是知道内情的法国人、美国人，或者是甚至印度这些，把一些资料给了，再好的飞机都会被打下来啊？也是有影啦，就刚刚坤毅大哥讲的。乌克兰 F16进去的时候做了很多东西，很不错。第一架 F16被打下来了，被谁打下来了？被自己人打下来了。
哦，这个是现在战争一直要去解决的很大的问题。我都看不到你，我就靠雷达上面一点我就打下去了。那你要是我兄弟怎么办？下流自己人哦。对啊，他第一架是被自己打下来的，第二架是闪了2个飞弹以后，第3个飞弹被打下来了。前一阵子第3架又被打下来了，他闪了3个飞弹，第4个没闪过，被打下来了。所以你再好的飞机，它都有这个。刚才也讲到了，你到底打了多少颗飞弹打下这一架？好，现在乌克兰，我这边有个图片了，不是乌克兰，印度，因为我没有过边界嘛，所以印度的战果在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战果在印度，所以这个是印度他们发现的3枚的霹雳15型的飞弹。这霹雳15，这是中国制，中国制的，哦。就是这次在讲的绘声绘影讲的歼十飞弹，歼十打的飞弹就是它，哇厉害，都哇厉害啊！好，那这样子有3颗，理论上我们这种飞弹就类似我们的云母飞弹、歼2飞弹跟 AM-12洞飞弹这些中程的这个飞弹，理论上我没有打到了以后它会自爆，它会爆掉啊！哎呦，啊那为什么没有爆掉？它连那个导引头什么都被发现了，上面的编号序号都被发现了。啊，这不就是跟他错赛赶快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打了4枚飞弹打下来1架飞机，它的命中率是25%，那是不是中国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的这个中间体系作战很成功啊？但是如果你只有成功率25%，这一颗飞弹，现在中国在对外的报价是180万美金呢。哦，这内行开的就随来讲啊，这一粒了180万美金嘛。对。哇，这孔金够包银呢。所以它不是冲天炮啊，对不对？我不能买了一大堆，然后我跟冲天炮一样打啊。我们的 AM-12洞早期型的大概80万美金，新型的大概也要超过100万美金，一颗，对不对啊？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在想，就我刚讲的哦，俄乌战争的那个例子，我们摆在那边，它再好的飞机都有可能被打到。你的操作不当，或者是这一次你是去做对地的，你不是对空的。印度的阵风，他有跟着买了一个很厉害的，现在最厉害的中程的空对空飞弹，叫做流星飞弹。流星，它的射程超过这个霹雳15。哦，它的这个它不是变循环发动，它是这个冲压发动机的，所以它的不可逃脱区有60公里，所以我这个飞弹打出去了，如果是在60公里以内，你招不喽，弄就射起来。对啊，但是他没有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带，他在任务计划的时候就是刚刚老师讲的，他把它 contain 到变成低冲突的，我就外科手术式的把你这几个拉掉。然后就没事了，那你也不会叫。没想到一起来了以后，对面起来了40几架飞机，而且阵势都摆好了，严阵以待的。我有一张图片是巴基斯坦空军做的，哦，他阵势都摆好了。哎，你修喊，你这情报相差吗？不是，这个是表示巴基斯坦早就准备好了，我们空军。你要有警戒，我才有办法去起飞这么多的飞机。要是大家都在睡觉，这是半夜，它有可能哈。对啊，大家都在睡觉，就是我们讲的说，哎，如果中国从这个淡水河口进来了怎么办？我们有刺针飞弹，我拿着打它，那我就要回头问一问，你的刺针飞弹有没有警戒啊？有在困不？在待命是不是在待命状态啊？要不然你去把那2个兵摇起来，然后去领那个刺针飞弹。没武器啊。对啊，所以说。你不可能在印度奇袭的情况下，你一口气起来那么多飞机，然后预警机在最后面在那边绕。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第一个是我们的战备状况，因为现在中国的由研转战，看起来由训转战、由研转训、由训转战，这个机会会提高，对不对？那我们的海空军的实际上这个待命姿态，然后这些兵力其实一直在做对应，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是不是我们国军整体要做一个检讨？对于这些，如果他真的往里面进来，我们有全世界第2绵密的防空火网，可是
你的这些警戒待命的这个兵力是不是要重新做一个部署，跟重新做一个思考？第二个，我们讲了，这个是美方的所谓的体系作战，哦，它叫做 CEC， 哦，我们也叫它说 A 射 B 导，哦，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因为是本来开始是美国海军的船，因为有地球曲度，所以这个船可能太远的目标看不到啊，看没丢了，对，所以上来有E2或者在更接近目标区的船，它有这些系统资料，这个是来袭的飞弹，所以它有资料了以后，它把这个链路传给这个我看不到，所以我就把它打出去，由它提供给我的资料去导引这个飞弹，去拦截它。哦，这是我们的体系作战，可是这有一些限制。什么限制？你必须要符合它的 format， 那个怎么讲？它有它固定的格式。哦，你不是说我跟你讲我在那边，所以我要提供给你连续性的资料，目标资料，目标到底在往哪边飞了，所以这些东西需要它去锁定。所以你传统的麦波都普勒雷达，除非你把它锁住，那我们知道它的预警机，老式的预警机是转圈圈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会讲说特别讲说是 E2D？这个也是目前空军一直在跟最新呢，对，在跟美国。一架是 E2T， 然后后面叫做 E2K， 这我伫屏东我就知啊。那这个是要取代它的，这个它的雷达已经变成那个 AESA 雷达，所以它的功能更好，看得更远，然后它可以把这些资料传给他。但是那信号那体系要同款。对，然后它不是每一个飞弹都可以用，就刚才咱手机还是苹果的系统，还是这个 Android 的系统，会按来比如的。对，所以说我们做美方的有 Link 16、Link 16，大家听到的，我们现在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进来。巴基斯坦有一个东西叫做 Link 17，为什么呢？其实它分成2大部分，一大部分是这个美军的系统，它有C13洞。这次有一架在地面上被印度打下来，印度讲没有人要听啊。哦，他的一架平衡木的那个预警机被印度在地面就摧毁了，因为你讲他也不听啊，但也没有人要听啊。他的那个 JF-17有2架在地面摧毁了，然后中队长带着一堆人在做任务提示的，马上被打掉了。对，那你这些这个相关的体系哦。不是说我什么飞弹拿起来我就可以丢了以后我叫谁去看，然后谁去引导它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要解决的。刚刚我看到了，其实有一些资料照片，那个是我们 F-16带着 sniper 夹舱在做侦查的时候，在他来我们在伴飞啦，所以我们在锁定他的那个完全没有雷达讯号，所以那个被锁到的是注戏。然后我可以利用那个资讯去发射我的武器啊，所以是不是比他们讲的这个东西还要更厉害呢？那我们是不是要加强这方面？是不是要多买一些 sniper？ 哦，那有机会，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 E2D 美国有一些意见，他认为缓不济急，不是缓不济急。第一个，你现在钱要花在看起来我们的威胁越来越近了。所以你要花在那个，我要花一些时间去制造，然后我再给你，再换装，然后要形成这个战力，时间可能太久。第一个，第二个，2个礼拜前的 Aviation Week 做了一个报道，美国空军要用E7A 把它取代现在老旧的E3预警机，也是上面一个大盘子。那现在的E7A 是平衡目式的，它是一个固定的 AESA 的雷达，它的功能更好更远，所以他们跟国会要了26.9亿美金，要先做2台，结果美国国防部自己先把这个案子先挡下来了，他的理由是说你现在作战哦，那个霹雳15一讲就那个他们那个数据没有准过的啦，他要参加航展珠海航展的时候，它上面写145公里。哦，然后对外又讲了，它因为1是外销型的，所以它不是1的话，它可以到200到300公里。
然后这个霹雳17的话可以85到223差价这就。对啊，那你再来后面的那个霹雳17是400公里以上，但是它在航展的时候上面有写一个，那个主要是针对的预警机跟空中加油机。你要知道，那个预警机如果在作战的时候被打下来一架，那个不得了。哦，那上重。俄罗斯被打下来了 ，A50啊。所以那个俄罗斯打下来那一架，你再哭再叫都叫不回来，为什么呢？那个很高价值的，然后上面的那些人一共只有3架，刚3架，刚3架。对啊，你被打下来一架，然后他为什么被打下来？所以这个体系作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要误击啊，就是我们怕有自己人。对，那俄罗斯玩弄啊，俄罗斯那个是。那个 A50是因为他们用 S200去打它，那个乌克兰用 S200去打它，他把 S200前推嘛，哦，然后俄罗斯用 S300要去拦这个200，去怕掉自己人，他把它拦掉了，但是因为他要打2枚或3枚，确保说我要把这个打掉，一定会丢啊，所以这个飞弹在终端导引的时候，我们英文叫做 Mad Dog， 叫做消告啊。哦，所以为什么叫消告？因为它打开了以后，我不能再做那么多东西在上面，那变很大很重，对不对？所以我的雷达功率很好，我一看到谁，我就咬谁。我的嘎！啊，所以俄罗斯自己的飞弹去咬到他的 A50啊。所以雷达顶头啊，无法度。譬如讲，咱家己的飞行机会当放一下信号，讲，我家己人，我家己人，敢有法度？有啊，那个要先做啊。你要先做完识别啊，对啊，对不对？你有敌我识别器，然后我们刚刚看的这个 sniper 的影像，我就看起来我就知道，我连你机号是什么我都知道，那我就知道你一定是敌人嘛，那我就把你锁定了，我把这个 pass 给我的友军，对，然后哪一个人距离比较近，哪一个比较好，就打了。所以咱听嘿，对，个像讲咱去拓渡吼，叫少年仔出去。小细汉来出去，啊！你先交代清楚，讲，迄穿黑色个，穿白色个爱拍，迄个大箍的，你要先讲清楚，你无讲清楚出去，啊，拍到家己人咩喏，对吧？但是我讲，你听到真趣味呢，这总编剧吼，咱安尼听起来吼，其实即摆作战，咱咧讲啊，即摆作战足厉害，武器足厉害，敢若电动玩具的移落去啊，唔是咧哦。对啊。我哋真嘅体系，像头仔教官讲啊真清楚，这体系作战就是。信号、信息，吼，按咱指教讲，咱爱买什么物件上适合。他拄仔教官有讲到 ，sniper， 这个是什么物件？讲吼，因为迄伫社交媒体顶头，大家哦，咱就敢若真厉害哦，有当甲扫起来，这尾溜甲扫起来吼，甲加起来伊就走袂去，看唔安尼遮厉害。他其实应该有说，我们自己军方我相信也是犹豫很久才公布那个画面。然后听说公布出来之后，那个解析度应该是有降阶处理哈，它不能让人家知道说它的精度，对精度或参数如何。那其实就是说，这个就是 F-16这种飞机它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它透过很多，它自己本身是一个载台，它可以，比如像 F-16也有电战夹舱，也有 Sniper 夹舱，那它是那个就是说精准导引的，然后加上它有这种前视，就是应该是就是说我们可以视觉化的这个功能，那跟刚刚教官讲的，就是我雷达锁到只是一个信号，这信号如果开启识别信号，它会告诉我说这是什么飞机，比如像民航机一样嘛。对我民航机在管制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什么航班、什么机型嘛，高度多少、距离多少、空速多少。那它在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说现在有讲，比如说我们面对这个逆中型的战机的时候，因为我雷达波它反射率很小，所以我抓不到。但是我可以反过来靠这个视觉的去捕捉它。那其实像这种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谈到认知作战，我想要额外谈这一块，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的话，我刚好中国跟美国在这个关税贸易谈判上面，中国制造业我认为面临一定的困境嘛。那刚好这个冲突或者是空战的结果，我觉得等于是帮那个成都飞机公司打了一剂强心针嘛。听说股票应声而涨嘛。对，然后这个霹雳15，我们看到网络上他们有网民自己做的影片，说那个生产线好像下鸡蛋一样，咚咚咚咚咚咚，那个飞弹就生产出来。对，那我会觉得说这次可以对他们讲，确实可以说他们赢麻了哈。对，那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
我们在1958年的时候，这个台海上空，我们 F-86携带响尾蛇飞弹，也创下不错的战果嘛。好，那好像我们不在这个时空，如果现在在这个时空的话，那就是美国人就赢麻了嘛。啊，因为他的飞机就会大卖，他的飞弹也会大卖这样。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它的表象是这个样，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很多的 bug 啊，就是媒体没有告诉你的，或者他们自己官方不公布。就他高光提出来，那个回答。对，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啦，我们有 F-16配套的电战夹舱，幻象现在好像被批评，就是说，你看连这个标风这么先进的战斗机都被打下来的，你这个属于它前一代的幻象战机，台湾空军还在用，老旧不堪，好像你一抬头就会被锁定、被击杀。根本是按那款。所以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子嘛。那我们自己军方，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为了保密，或为了不让人家知道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所以通常对于这些武器性能的能力，通常都不太提。我应该再吹过。对，这次这个冲突发生之后，就是媒体们很开心嘛，就是哇，好多讯息可以报。然后，可是我们自己在我们所看到就是说，我们类比到台湾所使用的武器系统里面，到底这些系统的性能如何，是不是可以有效的反制？那我们自己不提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在舆论上面，在认知上面就变成一个空白。我认为它会是一个弱点，那变成阐述的权利全部在中国，在飞机的制造商。工位权利都变成因的呢。对，那他今天讲你不行，你只能被动的接受。所以我常看到很多人说，这个幻象一抬头就被打掉。我们这个 IDF 也跟着很老旧了，好像就是无一是处，非常的脆弱，不堪一击。那在这件事情上面，除了说我们这些媒体先进跟前辈他们在各自的这个版面上发表之外，我们缺乏一个有效的去反制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我觉得他讲话国防部应该某种程度爱来发言。他有专责的单位，他是星战大队啊。他星战大队有专门负责这个的，但是不用咱讲啊。对，但是我们看不到明显，他不会说我是星战大队，我发表了一个什么东西，不会，他要做其实就已经做下去了。咱这四位都不是星舰大队，咱这都不是哦。都不是，对，那他要做他角度，因为他们这种星战作为、认知作战作为，其实是做的，官方不会承认的，中国不会承认那些认知作战是他做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可是我们比较观察到，是我们并没有做这个讯息上面的反制，没动作哈，比较没有看到。对，所以那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这印巴冲突里面，你真正的目标是我要摧毁这些地面的目标，这些营地我都已经确实攻击到，甚至我还有额外的战果，像刚刚教官提到的。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像教官说的，印度说什么没人理他，因为其他巴基斯坦谈的这件事情太耸动、太渲染了，很有意思。所以大家的焦点就会集中在那些地方。可是你从巴基斯坦空军的角度来讲，我的地面目标如果是更高价值的，它不是恐怖分子的营地而已，它是更高价值的。比如说后面有传到，印度的这个反击，它有好像用哈比无人机去击毁红旗9的这个雷达车还是指挥车。那像这件事情大家就不太在乎啊。那你如果这么厉害，你体系化作战这么成功，你怎么会让无人机钻空子去攻击你？对啊，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我觉得说，与其我们表面上看到它是在战术上面的这个进步，然后武器系统的进步，但是其实后面来看，我认为它一直说实在话蛮领先的，就是认知作战、舆论战这个部分。讲到对的是，这本喇叭真熬啦吼，洪总。我就像总表示讲的吼，其实阮对做军事新闻的家己做这个工作吼，有一寡责任伫咧啦，所以阮无讲足适合讲人咧分家规，咱对咧边仔讲伫咧把步啦。所以我特别包括5月14号，我就去问国防部长顾立雄、顾律师，我特别问讲，因为有立委已经甲你问几啊届吼，问国防部问几啊届讲，那到底对印巴空战你有咧关心无？有咧研究无？啊，国防部迄阵回拢无回了真清楚。啊，特别甲问啊，国防部长因为要开会进前甲问的啦，伊讲啊较简单，伊讲啊，因为对足侪还未确定的代志吼，伊无法度先讲，包括讲要买 E2D， 吼，这先进的这陆攻机要甲美国买，伊讲因为这还未建案嘛，吼，因为空军要先建立这个案，啊，这个案成立进前，伊做个分析的嘛，啊，包括像讲美国甲咱讲，惊未付吼，因为这笔钱足大笔的，
你也先去买较赶紧要用的武器的时阵，对付共产党来讲，整体效果较好，马上用会到。啊，你也等到要买这几啊，可能4档5档之后的代志啊，吼，可能2027这关可能歹过啦，吼。所以伊毋得讲了呢，啊，发言人吼后白甲我补充讲，其实因对这个战法啊，甲新的中国的武器，国防武器是有单位咧注意啊，有咧分析啊。所以过一个礼拜，啊，陈冠廷陈委员伊去问国安局长蔡明元甲讲，其实因有注意到，啊，蔡局长等到替印度吼讲一下公道话，讲即届看起来吼，印度人质作战吼是有较输面啦，啊，巴基斯坦的人质作战的这个较主动积极吼，主动积极，所以伊有特别讲到讲，其实印度伫打击巴基斯坦的红旗9这个防空飞弹的时阵，取得袂歹的效果。啊，这咱国安局有注意到哦，包括局长有注意到哦，所以毋则讲，咱无想咧讲，先去看讲吼，啊，大家咧分家规咧创啥？啊，大家一面倒拢咧挖一面吼，讲拢出轨，包括最近一个吼，进前哇讲伊偌用，啊，即摆走去对方去找国台办啊，吼，迄嘛讲伊陆战队的啊，这人拢要带你的头脑去变，啊，你特别要注意，吼，咱讲到遮个好，哦。到底武器偌强无偌强，其实足济吼拢无验证。啊，是安怎咱公布，像讲拄则罗明讲的，咱公布迄狙击手收迄 sniper 迄个夹枪，伊是用光电去看到迄个雷达看袂到的无人机的形。啊，这个形会使比对嘛？咱有资料库会使比对，讲啊，这减16，这减20。伊搁较隐形的意思是讲我雷达拍袂到。微波较细嘛，较真切袂到。啊，光电的是抓到啊，所以咱公布的时阵，甲伊咧画质甲降低意思讲，无爱互对方知影讲咱安怎甲看到啦，伫倒位甲看到的。啊，看到的时阵，即个目标的资讯，甲拄仔讲的，咱教官讲的讲，迄个洪兄，你安尼去讲咧，我是毋是爱甲你借这个？你莫去讲。对啊，迄个结识，迄个资讯的结识，有法度，互咱的后壁的其他的飞弹。去分析，嘿。其他飞弹嘛会使扫哦，毋是讲我 F16会使扫尔哦。其他飞弹嘛会使扫的时阵，伊就无法度走啊。但是你讲到这，大家都开始咧讲咧认知作战吼，我要请教着坤玉兄吼。咱这个要咱拿捏啦吼，要咱抓这寸球讲，咱要讲偌济啊，互观众朋友或者是台湾的民众会当来理解讲，其实咱袂歹。还是讲，咱有所在要加强，咱安全要有信心，因为这人甲你增效，咱嘛要甲增效转去啊。那这个认知作战哦，这个打文宣战这种事情啊，这跟选举一样，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攻击，好，只攻不守，守一点点，那你拼命去守没有用，好，那个国防部的毛病就出来说他太保守了。然后我怕泄露太多资讯，然后我就越讲越小，然后就一直在守势，错了。刚刚几位前辈都讲啦，对不对？那我只攻不守的时候说，哦，那 PL15、PD15那么厉害啊，怎么会完完整整掉在地上？我一张相片就真告白讲的，对啊，啊怎么会这样？那假拍不倒哎，那红79或是体系化空战那么的厉害啊，那怎么红79就会被烧成红99变麻辣锅了？比如说你要用攻击的方法，你要用质疑的方法。好，如果大家还不相信或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这个空军，我平常某一次演训或什么时候，我们来做一个模拟啊，我们。体系化作战我们也有啊，我们来实验一下。我们相隔160公里，我们要怎么样子？什么 A 射 B 岛，什么 A 看 B 射 C 岛，然后全部啊，那全部来跟他玩一次。然后我们也学习这个东西。那个真正能学到的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有些时候这种事情，往下演对，要演一下啦。好，那所以这个就是用攻来取代防守。那。其实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
国防部因为以前的习惯，不讲话就不会出事。好，要改了。我插一个话吼，其实因为教官多伫遮，我一定爱讲，拄则坤耀囝讲的足好诶。迄演的时阵吼，咱家己空军来演空军，一边演红的，一边伫这蓝的。啊，红的什么人演？用摘掉这46中队长伫遮啦，加上点啦，这应该要恢复啦。哦，是哦，这加强来，教官上尾机会，咱空军也是讲咱真够体系，即摆上重要要创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E2D， 如果它能够获得了以后，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才散得出去。哦，那我们现在也在做 data link 也要做。那我补充。